台中终于百岁伫南投县埔里的旅馆开发案伫亚溪西四座炸沙坝。去年8月，县政府是要求讲，今年2月以前就爱拆掉。地方是真不满讲，到当阁落还未处理。业者嘛表示讲，为着安全的考量，已经向县政府来申请。也毋过，中央佮地方的农政单位是表示讲，违法的事实真明确，要求要限期改善。 溪水黄黄落落，河林有一座炸沙坝，拥有百岁埔里农庄的旅馆开发案，伫亚溪疏设4座炸沙坝。当地里长甲守护白鱼生态地自救会即期炸沙坝造成河林积沙严重，对生态甲风水真不利。南投县府捌要求业者今年2月爱拆掉，毋过到今也未处理。里长批评业者无咧插法规，县政府是放外挂。 县政府的一个监督职责已经是疏漏了，然后到现在还没有罚款，从2月，然后限期又改善到4月，那现在5月5号，目前现状其实是还没有拆除的。我想这个太没有效率了。县政府初5去现场会勘，业者表示，设炸沙坝是参考水保技师的专业意见，为着水土保持、消防用水，也有保护白鱼生态地的水质，无甲拆掉是考虑到部分的安全。你看这护岸遐悬着，我卡掉只要。 是强降雨啊，是什么天然灾害？我是咪边坡鬼头拢爱撸落来，不是要造成更大的灾害。南投县农业处甲农村水保署表示讲，业者设炸沙坝并毋是袂使，毋过事先无申请，已经确定违法，所以会要求限期改善。若无会照水土保持法连续甲开发。他如果没有去拆除的话，依照水保法，我们就是最高处30万。现在大概。 因为他4月底还是没有拆除了，所以我们会以后就是按次还要连续处罚这样子。这件事情在农庄跟县府这边赶快把一些程序跟技术性问题赶快解决，这样子才不会造成后续的一些问题的扩大。 业者强调，设炸沙坝并无恶意，已经甲县政府申请。当地里长讲会继续来监督，来维护当地生态。也若旅馆开发案预计今年6月会进行第2届的宽评审查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